好多人以為唯一住房就一定唔會被拍賣，大錯特錯啊！雖然有一條原則咧係唔會拍嘅，但係唯一住房咧唔係絕對安全嘅，法院係睇情況執行嘅。有以下3種情況咧就一定會被拍，廣州、佛山都一樣啊！呢3種必拍嘅情形咧，只要你符合一樣咧就冇得走雞噶啦。第一，你嘅屋企人你嘅仔女父母名下有屋嘅，夠你同屋企人住嘅，咁你呢間唯一住房直接就可以拍。第二，你為咗避債，提前將其他屋賣晒，淨係留翻一間嚟辦唯一住房嘅，法院照拍冇得傾。第三，債權人肯幫你留5到8年租金嘅，咁廣州佛山咧按人均15平方嚟計，番禺租金咧大概係35到45蚊一平方，扣完呢個預留租金咧就可以拍賣啦。嗱，仲有2種情況咧，就算係唯一都照拍嘅啦。第一，你間屋太大太豪，比如嗰啲200幾平方嘅大平層呢種咧係遠超基本居住需求嘅，法院會認定唔係必須住房，直接拍。第二，間屋唔係自己住嘅，係出租或者係做工作室嘅，唔算係生活必須嘅，一樣照拍。咁唯一唔拍嘅情況咧，有且只有一種，呢間必須要係你撫養家屬老人細路唯一嘅落腳地，屋企人係冇其他屋嘅，屋企嘅面積亦都係適中嘅，而且債權人又唔肯預留租金，咁先至唔會拍。咁廣州、佛山本地人咧一定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就算被拍，法院咧亦都會從賣樓嘅錢度扣翻5到8年租金俾你。咁番禺呢邊咧一般係扣5到6年，夠晒你過度揾屋噶啦，唔使驚冇地方住。最後一句話總結唯一住房唔係護身符夠住加冇人兜底加債權人唔留租金先至有機會係安全嘅，其餘情況都會被拍賣。不過講真啦，依家啲法拍房太多啦，銀行唔到最後一步都唔會輕易走拍賣嘅，而係選擇同你和解，盡量俾機會你過渡。宗旨就係能協商就唔買樓，能自賣就唔發拍，拍賣只不過係最後不得已嘅選擇。泰豐揾老飯，包你唔使煩。